今日同大家深入傾一單近日全城熱議，好多人覺得非常意外嘅娛樂新聞。曾經被譽為香港情歌王子、溫柔歌聲深入民心，出道40幾年，一向俾人感覺斯文、內向、低調、敦厚嘅老牌歌手呂方。近日網上瘋傳一段車 cam 片段，62歲嘅呂方喺搭網約車嘅途中，因為一個極細微、微不足道嘅停車位置爭執，同司機當街激烈爭吵，雙方互爆粗口，情緒完全失控，場面火爆，反差極大。事件起因其實簡單到極點，只係一件芝麻綠豆嘅小事。導航已經顯示車輛到達指定落車位置，但呂方要求司機再往前開少少，去到329號門口先停車。但司機表明前方路段唔適合停車，加上自己緊接有下一單訂單，唔願意再移車，堅持原地落客。就係咁一個簡單嘅位置爭拗，瞬間點燃火藥桶。片段入面可以好清楚見到呂方情緒急速升溫，語氣越來越大聲，手指直指司機，態度強硬火爆，隨即爆出粗口，質問司機點樣做生意。雙方隨即激烈對罵，司機亦都唔讓步，反擊、嘲諷，甚至出現人身攻擊。最後呂方氣憤落車，揚言記住對方車牌，要投訴封對方賬號。成個衝突過程短短1分幾鐘，全程劍拔弩張，火氣十足。呢段影片流出之後，全網即刻熱議，好多網民第一時間嘅反應都係完全唔敢相信。過去40幾年，呂方喺大眾心目中嘅形象永遠係溫文爾雅、性格柔和、低調、沉默、唔惹事、唔爭鋒，非常佛系嘅藝人。無論係舞台表現、訪問態度、公開場合言行，從來都溫柔穩重，幾乎零負面新聞，零脾氣爆發記錄。點解來到62歲，步入老年運，本應心態平和、閱歷深厚嘅年紀，反而會因為一件微不足道嘅小事，瞬間性情大變，徹底失控，火爆發爛。表面睇係一單普通嘅交通瑣事爭執，但從玄學、面相學、易經五行、命格運勢嘅角度嚟睇，呢次突發嘅脾氣爆炸、性情反常，絕對唔係偶然。一個人嘅性格、脾氣、情緒極限、發火臨界點，從來都唔係隨機出現，全部都係藏喺面相、骨相、五行喜忌、大運流年、陰陽失衡入面。今日呢篇長篇拆解，我哋唔講娛樂八卦，唔講是非對錯，唔評論司機同呂方邊個啱邊個錯。我哋從傳統面相學、骨相學、易經陰陽五行、十神心性、流年大運5個專業維度，徹底拆解呂方呢種表面溫柔、骨子火爆、老年性情反覆、小事極易發火嘅隱藏性格真相。亦都解答好多人心中最大嘅疑問：點解一個人年輕時極之溫順、忍耐力極強、低調佛系，反而步入60歲之後，脾氣越來越差、越來越燥、越來越控制唔到情緒？呢套玄學邏輯亦都可以套用喺每一個普通人身上，幫大家看懂自己同身邊人嘅真實心性同情緒短板。首先，我哋由最直觀、最真實、最唔容易隱藏嘅面相學開始拆解。面相學有一句核心鐵律：相由心生，骨定性格，脾定情緒。一個人後天嘅修養、閱歷、情商可以遮蓋表面脾氣，但先天骨相、五官格局、氣息神態，永遠會暴露一個人最真實、最原始、最潛藏嘅本能性格。好多人以為樣子溫柔、面圓眼善、笑容低調，就等於性格好、脾氣好、忍得住氣，其實完全唔係。呂方嘅面相正正就係玄學入面最典型嘅外柔內剛、面善骨硬、暗藏燥氣格局。先講大家最直觀嘅特徵。第一點，面圓肉厚，但顴骨暗藏，骨氣不軟。呂方長期俾人感覺面圓有福，面態敦厚，眼神溫和，笑容內斂。呢種面皮特質
屬於典型陰柔之相。陰柔面相嘅人一生擅長忍讓，擅長包容，擅長隱藏情緒。年輕時極之識得低調，識得退讓，唔中意爭吵，唔中意衝突，凡事以和為貴。呢就完全對應女方年輕出道嘅狀態。樂壇競爭激烈，資源爭奪劇烈，但佢一向低調，唔搶鏡，唔炒新聞，唔惹是非，默默唱歌，穩步發展，性格非常佛系。但係重點嚟啦，面相學最精髓嘅地方唔係睇面皮，而係睇骨相。面皮主後天修養，骨相主先天本性。女方雖然面圓溫厚，但暗藏顴骨，骨力偏剛，面肉緊實，無鬆散之態。呢種格局玄學稱之為柔中帶殺，面裏藏針。簡單嚟講，呢類人表面好商量，好溫柔，好好傾，極之忍得，但骨子裏面極之有主見，極之倔強，極之唔中意被人駁，唔中意被人壓，唔中意被人否定。平時可以百般忍讓，處處遷就，低調做人。一旦觸碰佢內心底線，一旦覺得自己被冒犯、被質疑、被挑戰，先天骨上嘅剛殺之氣就會瞬間爆發，情緒完全失控，寸步不讓，態度極硬，火爆發難。呢就完美解釋今次事件，只係一個簡單停車位置爭拗，司機堅持己見，唔願遷就，態度直接，喺普通人眼中只係小事一樁，但喺女方嘅骨相性格入面就變成被否定、被挑戰、被唔尊重。先天暗藏嘅燥氣即刻引爆，小事化大，情緒失控，當街發火。第二個面相重點，眼藏神，目不泄，忍耐力極強，但積壓性燥氣極重。面相學講，眼軟者善忍，眼硬者易怒，神藏者積鬱。女方一雙眼睛屬於典型神藏於內，目光不浮，眼神內斂，唔輕易表露情緒。呢種眼相嘅人絕對唔係壞人，亦都唔係無理取鬧之人，反而一生謹慎、低調、克制，做人有分寸，處事有底線。但呢類眼相有一個最大嘅隱藏短板，亦都係好多內向溫柔人士嘅通病。情緒從不即時發洩，只會長期積壓。性格外向、眼太浮動嘅人，有火即刻發，有氣即刻鬧，發完就散，唔留隔夜仇。但神藏眼靜嘅人，遇到唔開心，遇到委屈，遇到唔順眼，遇到被冒犯，第一反應永遠係忍、係收、係藏、係壓落心底。表面風平浪靜，內心其實不斷累積怨氣、燥氣、煩氣，日積月累，心底嘅負面情緒越積越多，越壓越實，去到流年運勢動盪、五行失衡嘅階段，只要一個極細嘅導火線，就會瞬間全面爆發，出現常人無法理解嘅性情失控，小事大發雷霆。今次司機爭執事件根本唔係因為停車位，而係長年累月積壓嘅內心燥氣，借住呢件小事一次性釋放。第三個面相關鍵，鼻梁挺直，鼻骨有力，主自我執着，主認死理，主唔願認錯。面相學入面，鼻為五岳之中岳，主一個人嘅主觀意識、自我認知、處事態度、執着程度。鼻骨挺直、鼻細不傾、鼻梁有力嘅人，一生做事有原則、有底線、有主見，唔隨波逐流。呢個係優點，代表做人正直、做事踏實、有擔當、有操守。但同時亦都帶來致命性格短板，太過執着，太過認死理，唔願妥協，唔願認錯，覺得自己永遠有理。今次事件入面，導航就係正確定位，司機跟從平台規則落車，絕對冇錯。但女方執着於我要去到門口，我認為唔對，我就要你遷就我，就係典型鼻骨過硬、自我執着過重嘅性格體現。呢類性格嘅人唔係蠻不講理，而係一旦認定自己嘅邏輯，就極難被說服，極難退讓，極難接受別人嘅規則。
當現實唔符合自己心意，就會即刻心生不滿，情緒躁動，發火抗爭。第四個，面相細節，人中偏心，嘴型緊閉，主內心敏感，自尊心極強，怕被輕視。人中心長，嘴緊唇厚嘅人，重情義，重規矩，重面子，重他人對自己嘅評價，尤其係年長之後，更加在意尊嚴，在意體面，在意他人嘅態度。司機當態度強硬，唔願遷就，語氣直接，甚至後續出言嘲諷，瞬間擊中咗佢極強嘅自尊心同面子底線。對於普通人嚟講，司機態度唔好，最多唔舒服，唔會發大火。但對於面上自尊極重嘅人，被唔尊重、被頂嘴、被挑釁，係比任何小事都更難忍受嘅冒犯，所以先會瞬間性情爆發，失控互罵。講完面相，我哋再深入拆解易經五行、十神心性，徹底解答第二個核心問題：點解年輕溫順，老來火爆？易經有一句千古鐵律：陽極必陰，靜極必動，久忍必躁。世間萬物陰陽平衡，先可以平和穩定。一個人長期過度克制、過度隱忍、過度收斂情緒，就係陰氣過重，陽氣鬱結。鬱結之氣積累到一定程度，必然反向爆發，由極靜變極動，極柔變極剛，極忍變極躁。呢個完全符合易經物極必反嘅核心道理。從五行心性嚟分析，女方屬於典型身穩氣壯、火郁晚發格局。年輕時運勢平穩，五行流通，心氣順暢，生活壓力細，名利穩定，人生順遂，所以情緒平和，性格溫柔，忍耐力十足。踏入晚年大運之後，五行氣場轉變，火氣升，燥氣動，心氣浮，靜氣退。易經講火主禮，亦主躁，火氣適中，人就謙和有禮，溫柔得體，待人友善。火氣過旺，郁而不泄，人就心浮氣躁，易怒易鬧，小事上心，情緒極端。62歲呢個年紀，恰好係運勢交接、陰陽轉換、氣場動蕩嘅關鍵節點。舊運將退，新運未穩，五行氣場處於失衡狀態，先天積壓嘅鬱火、燥氣、悶氣，喺運勢動蕩之年，最容易被小事觸發，出現性情反常、脾氣突變、失控、發火。呢個就係玄學入面典型嘅晚運躁發，靜極生風。好多人誤以為年紀愈大，閱歷愈深，脾氣一定愈好，心性一定愈平和。其實從來唔係咁絕對。真正嘅規律係懂得疏導情緒、懂得放下執念嘅人，越老越溫柔。長期隱忍、長期壓抑、執念過重嘅人，越老越火爆。年輕時體力旺，氣機強，心氣靈活，壓力可以自然代謝。年老之後，氣機轉弱，代謝變慢，心氣固化，執念加深。舊年積壓嘅所有情緒、所有委屈、所有唔信心，全部滯留體內，無法自然消散。一旦遇到少少刺激，即刻全面爆發。再從十神心性深入拆解，呢類外柔內剛、晚運易怒嘅人，多數帶有偏印過旺、比肩暗藏、觀察不透嘅心性格局。偏印旺嘅人天生內向、敏感、細心、顧慮多，心思細密，極之在意他人態度。平時沉默寡言、低調佛系，唔中意麻煩人，亦唔中意人麻煩自己。看似好好相處，其實內心界線極強，防禦心極重，極怕被冒犯。比肩暗藏嘅人，自我意識強，骨子倔強，不願服輸，認死理，有自己一套堅持。觀察不透，代表情緒自控力只靠後天硬忍，而非先天通透。一旦忍無可忍，自控機制即刻崩潰，情緒完全失控，發火激烈，言行極端。三種心性疊加，
就造就咗呂方而家嘅性格狀態。表面温柔敦厚，好好先生，低調內斂，實則內心敏感倔強，界線分明，積壓燥氣，晚年極易失控。跟住我哋再講一個好多人忽略嘅玄學重點：名氣、命格、藝人氣場嘅晚年反噬。玄學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名氣為虛火，虛火最易燥心。長期身處娛樂圈，長期被大眾關注，長期活喺鎂光燈之下，長期維持完美温柔形象嘅藝人，一生都喺壓抑真性情，包裝假性格。舞台上面要温柔，要得體，要斯文，要包容，要佛系；鏡頭面前要克制情緒，要保持風度，要忍讓大度。幾十年如一日，強行壓抑自己先天嘅剛性、燥氣、執念、脾氣，呢種長期嘅人設壓抑、性情偽裝，係最傷心氣、最積鬱火、最容易造成晚年性情反覆嘅玄學原因。年輕時名氣加持，事業順遂，光環籠罩，可以壓得住燥氣，穩得住心性。踏入晚年，事業回落，光環褪去，大眾關注減少，約束力下降，長期壓抑嘅真性情、先天火爆脾氣就會慢慢浮面，逐漸顯現。所以你會發現好多年輕時超級温柔、超級佛系、超級好脾氣嘅明星、公眾人物，步入60歲之後，性情會明顯變燥、變硬、變唔圓忍、變容易發火。呢個並非人品變差，而係長期壓抑後嘅性情回歸，陰陽反彈。再翻今次事件本身，從玄學角度完整還原成個衝突邏輯。第一，流年氣場動盪，心氣浮動，自控力下降。62歲流年交接，氣場不穩，人嘅內心包容度、情緒調節能力本來就會比平時弱好多。小事極易上心，小事極易放大。第二，先天面上骨上暗藏剛殺，骨子唔願妥協，認死理，自尊心極強。司機堅持規則，態度直接，唔遷就唔退讓，直接觸碰內心底線。第三，幾十年藝人身份，長期壓抑真性情，積壓無數，鬱氣燥氣，晚年無心再偽裝，無心再忍讓，情緒一觸即發。第四，內向性格，長期情緒內耗，唔懂得即時疏導壓力，所有唔開心全部壓落心底，累積到臨界點，小事就會徹底爆發。4個玄學因素同時疊加，先會出現今次芝麻小事火爆大嘈、性情失控、反差極大嘅畫面。好多網民見到片段就話呂方性格變差，脾氣暴躁，為老不尊。其實從玄學角度嚟睇，佢從來冇變過，變嘅唔係性格，變嘅係運勢，變嘅係氣場，變嘅係壓抑力度，變嘅係環境約束。先天嘅外柔內剛，敏感倔強，執着認死理，自尊極強，一路都喺度。只不過年輕時運勢順，心性穩，懂得忍，需要忍，必須忍，所以呈現出温柔佛系嘅一面。來到晚年，運勢失衡，氣場動盪，不再需要刻意維持人設，不再需要處處遷就，先天最真實、最原始、最隱藏嘅性格先徹底顯露出嚟。呢個就係易經講嘅時為不同，心性不同，運勢不同，行為不同。與此同時，我哋亦都可以從呢件事學到3個非常重要、適合每個人參考嘅玄學人生道理。第一，千祈唔好長期過度忍讓、過度壓抑情緒。易經反覆強調，久鬱必發，久忍必燥，久壓必崩。情緒從來唔會自動消失，只會自動積累。今日忍落去嘅氣，壓落去嘅火，收埋嘅委屈，遲早會喺某一個時間、某一件小事上面一次性加倍爆發。真正嘅好性格
唔係一味忍讓、一味包容、一味壓抑，而係懂得適度疏導、適度釋放、適度表達、適度拒絕，陰陽調和、動靜平衡，先可以長久心平氣和。第二，面相溫和絕對唔等於性格軟弱。世間最容易誤判嘅就係以貌取人，以靜定善。好多表面最溫柔、最沉默、最佛系、最好講話嘅人，骨子裏面先係最倔強、最執着、最有底線、最唔願妥協。反而平時大大咧咧、性格爽朗、愛講愛鬧嘅人，內心先最唔記仇、最易放下、最通透平和。第三，年紀增長唔一定等於心性成熟，年齡只代表閱歷累積，唔代表情緒成熟。真正嘅成熟係學會放下執念，學會接受不完美，學會容許世事唔順心，學會控制先天燥氣，學會疏導內心鬱結。如果只係一味壓抑、一味忍讓、一味執着自己嘅道理，無論幾多歲，依然會被脾氣操控，被情緒主宰，被小事激怒。最後，我哋做一個客觀、中立、持平嘅總結。今次女方同司機爭執爆粗事件，表面係一單簡單嘅交通瑣事衝突，實質係先天面相骨相、五行心性、長期情緒壓抑、晚年運勢失衡四大因素疊加嘅必然結果。佢唔係突然變壞，亦唔係性格突變，更唔係人品問題，只係一個忍幾十年、溫柔幾十年、壓抑幾十年嘅人，喺運勢動盪之年，終於忍不住、忍唔落，徹底釋放咗內心積壓已久嘅燥氣同委屈。從面相學嚟講，佢屬於典型柔中帶剛、綿裏藏煞、外溫內烈嘅格局。從易經五行嚟講，佢屬於久靜生動、久忍生燥、晚運火盛、心性失衡嘅狀態。從玄學大道嚟講，呢件事亦都係提醒每一個人，做人切勿過度壓抑，處事切勿過度執着，情緒切勿長期積壓，順勢疏導，隨心調和，放下執念，寬容世事，先可以真正做到心平氣和，歲月溫柔，晚年安穩。每一個火爆性情嘅背後都有長期嘅壓抑，每一次小事發火嘅深層都有運勢嘅失衡。看懂面相，讀懂五行，通透陰陽，先可以真正看懂自己，看懂他人，看懂世間所有性情變化嘅底層真相。